生给那天魔王，我真的要给你很惊讶的跟告诉你，就是说，真的非常棒。出多会慢一点，看天马给亮赏美声，欢迎魔王出场。好了，欢迎。来相逢啊！无论艺人强、商人、态势上两方面，全部做到精简。大擂台，闹热碰下来。哇！今本日是按呢新的一年2017第一个礼拜，按呢闹热大擂台呈现本来所有观众朋友的看。今明日大蛮好看哦，第一个礼拜第二就大蛮秋狗，很可怕的意思。是，因为今本日啦，还有有请到魔王团的参赛朋友来 PK。参赛者两杀一组，出场选出一位魔王进行 PK。3位当中分数欠大的，也希望达到88分嘅抢死淘汰。喺讲向分就由评审开会讨论看卖而赢。今日评审先生有嘉许先生、齐思飞先生、余泽基先生、罗格雷先生。你马上就进行一个比赛哦，好吗？好啊。哎呀，好，来分享两位安尼参赛朋友。分享郑正顺、罗亚玲。哎，来到舞台当中。哎呀，你回来了呀！哎呦哇！没有很想念你哈。来抽一个。看主动满意呢。哎呦，这个有点很大太低了嘛喏。满意。哎，你很懂哦，也知道要做效果，不是那一下拿一下什么，马上翻过去哈。还有常看节目啊。这位叫做甜赏女伶呐。甜赏女伶呐。声音应该很甜哦。哦。对不对？然后应该会长得很漂亮或是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听下去一直形容起来，就越来越像是在说我。那你的面皮按破那了，哎，白擦，马个白擦，白擦开嘛，面皮白擦破，有2个有上来，很厚。好，我们现在请一下我们甜赏女伶，女郎甜赏到底是什么？甜赏女伶，吹一下嗓哦，好来，一鸣惊人。用心给你，用心给感情。爱甘绵一生相思，寸团之名义。弹出来，还蛮有。哎呦，有来过我们节目吗？也发过唱片。发过唱片，哇！2007年时候发尿片还是发唱片？唱片，首张客语个人专辑。哇哦！然后还各大商演。会指定邀请的特别来宾。你赶快分享出来好吗？来，魔王，请出场。哇！今天很开心能够来闹热担任魔王。今天也会带来我的自创歌曲《天空给你，明天的你》。那各位参赛者也要加油哦！很雄挺，很优，来靠近一点。历史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有吗？哎呀，历史就是发过客的专辑嘛，今天还要带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2016客家星光传承计划的合集。所以这个你们是一个女团体，就超感吗？我们就是5位素人，然后一起出这张合集。一人唱个1首2首这样子。然后里面一人会有2种语言版本的歌曲，有包含了国台客。国台客啊，对，就是多种语言的歌曲，就有就超感。来，加油吧，正顺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唱9号公路。
九号公一条路，歌，不错哦，很棒哦。来你呢？改变。改编，熊婷呢？香婷呢？就是带来这张专辑里面的自创歌曲嗯哼《天公给你》，天公给你，明天的你，哎呀哎呀。哎，好好等下真唱。的好好介绍下这种专辑哈，好先来听下就好好唱歌的啊，来。看天空颜色改变，时间眼泪按天边，伊是一个梦想的改变，爱多么该世界掌握了解。谈风跳起，勇敢下去，唔好再翕相，唔想再看到台湾袂放倒，蓝天又在眼前。唔翕相，唔管谈管，行也一条路，爱袂一侧行落去。非别相同的故事，爱相信爱还无有一丝勇气。再见面，一个笑容，一个拥抱，我发现世界已经无重要。唔千了解，唔过爱会用心去看。唔翕相，唔看谈管，行也一条路，爱会一侧行落去。非别相同的故事，爱相信爱还无有一丝勇气。再见面，一个笑容，一个拥抱，爱发现世界已经无重要。爱唱电歌，轻松脚步，踢踢踏踏，踢踢踏踏，彼亲爱的梦。亲爱的梦。辛苦来来去去加样样，爱看不清楚，见到高楼台下上色太过发飞，又多记你，在爱心底摆渡，爱美丽爱的木竹，行做一条公路，向下心了太高，行山林公路，爱看到北西回浪在海边电流，分一条老热光中爱改散步。拥抱给泡芙，不让窗在跳舞，暗涌动脑给风景爱相处，一条旧高公路通向两翼这归途。拥抱给泡芙，不让窗在跳舞，暗涌动脑给风景爱相处，一条公路照亮该你最深的天数。
计划，总想有你把用心来谈，今年讲遐，还有情都给你上眼目，伊讲过爱拼，向下向前行。两条路艰辛难行，有四海与世的故事，所有的爱痛不停，迷茫见光明，用眼眸用彼自己，此多变勇敢，诉谦虚，努力实现，想的未来。天公给你，转变以后健康又自信。天公给你，感受身边温暖付出的真情。天公给你，希望不要再很熟悉。感谢爱有你，一路上下用真心回应。天公给你，转变以后健康又自信。天公给你，感受身边温暖付出的真情。天公给你，希望不要再很熟悉。感谢爱有你，一路上下用真心回应。感谢爱有你，一路上下用真心回应。哇哦，好好听哦，安诺当哦，好像在听那个陈淑华唱歌的那种感觉，哦很知性，而又且又会触碰到人心，而且揪在一起甜美，真的对啊好甜美。那专外表又漂亮，是啊，嗯，这魔王很厉害哦，好，多多跟他学习好，OK，好身材也要多多跟人家学习一下。好人家今天没有摇给你看，好好站在那边唱歌给你听，你也有办法讲你今天话没。有摇，我真的就觉得不舒服嘞。对啊看你在那边太震惊了，乖乖的，以后还是摇啦，对啊，转移注意力比较你的特。色。你看摇了就对位了，是不是？这阿公摇一下，天生就有律动感啊！要看阿公摇吗？啊不，看那个表情，阿公来讲评一下哦。叶嘉修老师，岳林啊，然后讲哦，从你比赛到现在，我觉得今天我就很被感动哦，因为静下的心的时候，对非常用心，根本唱个歌，让我感觉到糖豆希望对。今天岳林实在根本给表现真的很特别，就是他静下心来，冲一条歌对全心全意在唱，对，虽然有几说的。偶尔会有一点走音，不过实在换一个角度来笑，
给亲用心这个冲两国家的那种感觉，那种走音是那种带着期望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，就唐起了就觉得很被感动，所以第二点我还是一定要跟岳林一定要讲到，我一直很想再帮你多加一点，但是又觉得怕人家会觉得说我有点偏心啦，但这个改变绝对是值得鼓励的，哈。然后过来 N 的讲那个咱们这个大帅哥哈，进歌的时候就稍微唐突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犹豫了一下。犹豫了一下。然后后面的一整段就稍微没有那么好的表现。哦，俺是对你哦，真的是有寄望的，因为俺干过工，像这样的一个歌手很难得。不过在某些地方，我觉得你唱起歌来太小家子气了，该大声，该放大音量，该唱歌的时候声音那个。要收放自如的那个感觉，你都不够，你一直觉得说我只要把声音放开来唱就好了哈。那至于湘婷的话，那就不用讲了，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今天很清楚的告诉你们两位说，为什么她会是天使，你们两位会被打趴，就是她很自然的把那种该歌曲她自己写的歌，她想要把它表达，用喊发，我觉得这点很重要。它里头的很多的旋律其实是。在客家话里面是很难唱的，你就用喊发拉给冲出来。另外他们是轻重要这一点，所以你们两位要好好的学哦。在我的感觉里面，你们两位很可能都有可能晋级的这种水准，所以你们对于今天来的这位天使呢，要好好的膜拜，要跟他多学一点哦。那希望你们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老燕你的分数，好嘞。88分哦，哇，老师们好严格哦。来看一下那个郑真顺的分数。好嘞。没后嘞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两个那么厉害的唱将。对呀，我们老师今天真的很严格，很严格。好，来看一下那魔王。杨雄天的分数。哎，这个胜负就只差那么1分而已。对，跟1分就是我们差在我的偶像身上，我知道，对不起。对，如果多1分，可能你们两个就是平分秋色。你说吧。为什么玉安能给听？先讲那个岳林哈，岳林其实对啊，就像一开始跟罗哥讲的，唔见面嘅，揾一个造型，揾一个形象出来唱抒情歌曲哈。有别于以前的岳林是又唱又跳的哈，龚十三给我们一种很全新的感受。但是有一点咩懂大宋的就讲，在你能文能武这中间，你有一只相当态嘅坏习惯冇改正过来，就是你唱歌当中，你的 pitch 都还是一直在飘。世界掌握了解。可是，在唐你唱歌的过程中，心里面一直在为你祈祷，希望岳林今天，我唱慢歌了，真给懂希望讲，可以把你那个一个好的实力、不一样的表现展现给我们听。有了在情感的表达这方面你做到了，但是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缺点，你的 pitch 一直在飘。那相对的郑顺来讲，他一开始那个第一句那个不确定性，也是让我们很头痛，很可惜。但是我发现的话，有一件事情就讲，郑顺给今年老双礼拜毕业表现比起来哈，还是说今年表现好加更多啊。第一，你今年唱歌的声音很干净，稳定度也很好。虽然讲一开始你录过的 T 杂是那个不稳定，很明显。但是我发现你唱的后边个更唱更有磁性，更唱稳定度更好。没有陈振航的味道，反而是多了几分真正是你自己的味道。这个也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期许我们的参赛者，唱歌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要有自己的创意在里面。
在你跟你的对手平分秋色的时候，往往这些你的创意啊、你的小技巧，可能就会让你胜出啊。我想是给面和影迷这件事情上面，我给郑顺多了1分，然后一直造成这样的差距。不过在我心目中，其实2位差距并不大的。你们还是都是要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就这样子。当然了，他有没有多多支持2个专辑的哈？对啊，外面有卖吗？我们没有上架，没有上架，网络上应该买得到吧？网络上可以搜寻我们2016客家星光传承计划的粉丝专页。OK。好，迄假使他个哈，想要买给他专辑，就商业网站去同你订购，好不好？多多支持那客家专辑。嘿哦。啊，恭喜郑顺哦，顺啊，你赢了1分。恭喜你哈，要保重你的腰。叶玲。没关系。不要翻白眼嘛！暂时淘汰，搞不好老师到最后又有那个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败不复活，对不对？我丢过了，好吧？谢谢香萍，谢谢祝福你越来越好。好，那看他一组的比赛来。虽然我刚刚输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觉得我今天呢有一个新的突破，并且我今天能够很享受在舞台上面。那老师刚刚所说的缺点呢，我也会好好的改进。希望我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挑战。来看一下你们抽到谁好吗？很害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哎呀，这个跟你比较有拼，跟你比较没有关系。跟谁有关系？好了，欢迎亚竹。刘飞景用力。好，抢来到舞台当中。哇！手指紧扣要来面对，感情难好啊。对。我们刚刚讲了，你们你会讲输暗示。哎呦！你讲嘛咯？你都敢 PK 人了，你怕什么？你要记住上次徐世慧老师跟你叮咛的一些话。对。摒除掉你今天是来比赛的，对对对，你是来好玩，来创造，来唱一些好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又碰到这个人，你随便弄一弄也赢他。这样，人家是赛下组，我现在直接走下去，不用唱。乱讲。来看一下你们抽到谁好吗？你要谁抽？来。很害怕呢。啊？很害怕呢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哎呀。还好，谁？不是谁？还好我们会被打掉，应该有可能。这个跟你比较有拼，跟你比较没有关系。跟谁有关系？因为这个人是有创作才能的。哦，对。创作，他是创作才子。我们客家界压线的创作才子懂多了。这个真的很厉害。来吹一下嗓好吗？来。魔王一鸣惊人。하가 게스모 못해 유예哇哦，萧敬腾，嗨呀，这个很厉害哦。跟我们二姐有关系哦。二姐江蕙。哎呦，哇，先介绍她出来。好，那欢迎我们魔王出场，来。魔王请出场。郑中平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鄭仲偉，我是鄭仲偉，我來創作咯。今天來創我嘅創作按到故鄉，今天來做魔王哦，所以希望參賽者都要加油哦。創作才子真的，沒有，不敢當，跟那個羅文玉，一樣是創作才子，是很厲害的，而且。所以我今年要發行專輯了，所以想說，來打歌一下哈。專輯冇帶來啊？還冇走吼，還冇走吼，嘿。你真的為了你的專輯啊，花了很多巧思哎，一下子叫你的朋友來這邊參加比賽打歌，然後一下子現在來當魔王自己打歌。目的達到了，目的達到不唱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今天真的很開心能夠邀請到你。開心呢。來。那唱乜嘅歌啦？你要什麼歌？相思苦悶長天。好。那你帶來什麼老歌？送別啊？
哦，松片。松片啦。那你要唱的？我唱故乡，嘿，爱自家创作的歌曲，嘿，用针啊空。来，唐开的是要上位哦，后堂的歌声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今日酒一杯酒。北风哦，人又壮，一杯酒酒送一送，梦着滴滴落。相见就唔知为哪度，风沙滚阴阳潮。一杯酒酒送一送，人生别离多。一路是山夜渐渐寒，一分风雨满路，饮下路两杯酒，行前莫回头。一路是山夜渐渐寒，一分风雨满路，饮下路两杯酒，行前莫回头。饮下路两杯酒，行
山林海水流，春天开通花，秋天又养花，记秋是爱的故乡。春风吹来桐花香，秋风吹起娘花落，桐花飞呀飞，结出紫来来为蝶，蝶到来为秋桑叶。不管东西然南北，南为桑金，南为虫，传到来为梦故乡，有梦也是为依然。不管东西然南北，南为桑金，南为虫。寒冷冷凉为先凡，先刚分享和传续。不管东西然南北，乃为桑金，乃为春，春到乃为梦故乡。有梦也是为依然，不管东西然南北，乃为桑金，乃为春，寒冷冷凉为先凡，先刚分享和传续。才子无误，魔王就是魔王哈。谢谢。哎，但是他们两个今天唱的也真的好棒哎。来，来谈贡品好吗？好，有请启思飞先生。仲伟，我终于听到这首歌原版。好，因为松拜糖豆桥鲁冲亚苏狗哎，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纳闷，有一团的铺分黑样版很冲，紧闭糖豆原版，好，果然是证明我是对的。OK， 好，意思是讲，就是讲，其实紧闭冲，因为你去搞狗味嘛，所以我吃到你冲出来咪是懂对咪。懂对咪，我很欣赏你几段，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是你刚好声音不舒服，压黑。刻意的还是刚好就在情绪在那里，我喜欢那个沙哑的迷人声那种呐喊，集团就在通发线那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不管东西啊南北那地方的嘶吼，就是呐喊的弹音带的真刚好，可是你要注意哦，你可能带太多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摩麻爽快。这是我觉得可以跟你一些想法的互换，哈。OK， 那这个部分呢，过来主来讲，例如姐哈，例如姐其实你对我来讲，我刚讲你就是叫唱将级的一位选手，唔伫迄用啥本的压力也很用版型啊，哈所以可能特别上卡无按开，好，所以表演的时间呢，你就可能没有按顺序。还有一个小建议，就是吃到两个发嗓会讽刺啦，太吞掉声音了，所以有尝试应该讲懂多的时间，一直把声音往后送到你的整个口腔的后端，所以上来冲高音的时间就不吞在去，所以两个嗓音上来表出来，本太甲糖到一种比较大宽频的嗓音，你有能力，可是你放错位置。
好，这个比较可惜。好，这是一个。慧清金币表现来讲，金币弹吉他，你终于找到一个你自己比较能够抒发的方式了。金币就很有慧清的样子。因为你从国外方式，我还是重复一点，这个比赛它是歌唱比赛，所以创作跟唱歌比赛，它的表现力跟它要探讨的事情，还某同样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在唱歌的技巧，我希望你可能还要再练习更多的技巧去运作，来帮助你的创作有更多的弹性。因为你个创作非常的好，不过你个赏先可能要适应到每一首歌的状态，可能你就会有选项。我这样子讲，一个两个选项同社会时间，你就好中伟，你可能会唱很多类型不一样的歌，你有没有可能？这样子的话，你才不会受限。某会发起是很创亚苏狗送别呀苏狗啊，我觉得你就拿出你慧清，我还自己写下来，因为宇威老师唱歌他是很大气的，所以唱的方法是很大气的唱法。不过我就是看到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很率性的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再见，我走了。好，然后连个笑容都没有就走了，这是你唱歌的送别的方式。不过在这上头，我觉得回到你自己是正确的。不过呢，因为唱国语方式，它会有很多种技巧，所以你可能还要再研究一下，怎么把你的歌路再打开，然后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灵感，会更多的帮助。好 ，OK， 安之 C。好，按你的看一下粉书哈。刘飞婷的粉书。90分。满意吗？满意。不贪心哦，不满意，不贪心哦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一队赛下组的，永利也粉书。89分，差1分。不然看一下，你看看董事本人的评判哦，有吗？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好的，看一下哪个分数哦。整中午也粉书。谢谢老师。我当魔王就是这样，分数就是跟他不一样。对，一定要不一样。例如姐姐。下次再来好不好？我们有拜夫妇哦。开会讨论。开会讨论，水烟呐。水烟呐，好吗？还总要冲水烟就错回来。恭喜慧清啊，恭喜你，谢谢周伟啊，周伟谢谢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组的比赛，好吗？来看。礼拜一魔王 PK 赛虽然失败，不过我还是虽败犹荣，恕不容改创作才子才女。不过我对客家文化传承还是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好的啊，欢迎两位美女啊，还有一位残障人士啊，很有优雅，还蛮好啊。哎呦，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呢，怎么会把2位这个感觉很相似的年轻，然后排在一起这样？就命运的安排啊。来了，抽一下，看慢影，出都慢影，来魔王好不好？来。哎呦！哇，以后牌子不要做那么大嘛。对，小呆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大呆。大马铁配歌姬。很明显。就大马来的唯一大马来的朋友就是只有他了，陈婷婷。马来西亚的啊。还是请他出个声音。山那公那葱，上那快乐，无嫌了负重那无奈的海。欢迎我们的魔王大马铁配歌姬陈婷婷。好久不见，今日我又轉來熬夜打擂台。其實我同建總救命哦！
好久不见啦歌后，常常在脸书上碰到。是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两位顶尖的主持人好，尊敬的评审老师好，还有还有我们辛苦的乐队老师，你们好。是，你的歌声真的一直让我们回荡在这个脑间。回荡，谢谢。最主要，请你来啊，这些参赛者要跟你比，是真的。对啦，你怎么了？比赛不要太认真。他就是被你吓了，然后从他们家的那个浴室整个就滑这样。他不是上个礼拜就那个滑倒了？没有，很早就放讯息给他了。他就一听到就他们一下了。对，他接到通告，在浴室接到通告就是就这样。不敢，就这样，对。好，那现在就要开始唱喽。当然了，你要唱什么歌？韩歌。哎呀，韩歌。哎呦，韩歌。還有乜辦嘅？韓歌，跌到。有同做下。有同做下。有同做下。好。聽聽呢？幾種法？好聽。幾種法嚟？好，嚟彈歌啦。韓國好吧，細膩嘅安多沙，韓國樹下錯了嘅落人家，韓細地了高上高下，唔知過嘅有幾多年，韓國細路您的我忍不住，韓國親像無人照顧，汗水滴了高呀高住，經過春夏秋冬，比個東亞西亞，比個天地，比了安久到了。最想愛轉移，比個東亞西亞都是嘅嘅比，比了安遠都了比嘅愛眼底，唔管行啊行到哪裡，不靠永遠的心獨立。
哦。有没有看到温暖的一面？有吗？超温暖的，很有经验呢。对呀，你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帮你。不要。开得一蕊拍拍长长嘅花，一蕊花，看起来就像人徛在一起唱，打造在点燃山架，暗雾头有转动爱嘅步伐，该蕊花，迄那破条那当嘅几种花，几种花。 唔讲一条辣辣天空转风车，唔看到那一位心肝青菜心头暖一起吃，几种花，你看该迷眼花香杯茶，该泪花，汗水香困难轻轻分马撒，几种花，黑暗。 用落落碌碌早晨走到一条恰恰一种花，你看该安排呀落呀开花，呀泪花，拍谢谢城市片拍发为了家，呀泪花，黑暗用给用用染染，隐隐约约开的那。 一种哇，好顺哦！哎呦，哎呦！哎，我差点摔倒。啊，有没有看到温暖的一面？有吗？超温暖的，很有经验呢。对呀，你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帮你。不要。被天王推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回去写一份报告。好，来，谈一下那欣赏的公平。有这个欣赏。先讲我们那个魔王哈，哎，真给那天魔王。你听听这个，从我2年前开始看到你比赛，一直到现在哈，我会发现今天正式听到你这个唱歌很有个人的风格，真的诠释的方式已经是你自己个人的风格了哈。不管唱功，我最佩服你一点。 是我去年跟前年，然后很多比赛，尤其在创作或者比赛的情况下面，有特别跟你提醒的，就是客家母语的咬字。今天我发现你大概已经唱对了99%。我真的我要给你鼓掌，真的是真的要给你鼓掌，因为你不是客家人，既然花了那么多时间
来把这个歌练得那么好。地中花本来就没讲我懂我唱的，本来就不好唱的歌，然后你可以用个人特色来唱。那我真的要给你很惊讶的告诉你，就是说真的非常棒。对。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的声线已经拉得很高了，唱歌技巧已经很不错，但年纪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，你本身你这个人的状况要进去。有时候你在拿捏这部分有没有哈？你像罗哥他们，还有我们制作单位，还有很多听众朋友，他希望你可能会有另外一面的一个诠释的方式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可能诠释那个方面不一样的感觉给他们了解。那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讲到我们这个妹妹哈，淑妹哈，淑玲是吧？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本身要把歌曲唱到懂很清新哈，就不容易了。人家给上啲中国音那部分其实懂强了，可能还感觉可能有一点的就讲，因为受伤身体那部分哈，真的跟我们他真爽的部分没有办法比啦。那我希望就是说，如果等一下不小心就是说失败了，那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不管能不能留下来？那我觉得你是我们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参赛者。是可能觉得他做的太舒服了，挑卡进去。忘记了。我也希望有机会，不管你是输是赢，那有机会就是说继续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，然后表现你自己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其实你整个架构我觉得都不错。那刚才那个调拍那个部分，其实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啦，哈，那也不能有给太多的指责，因为身体上面事实上变动会有压力的，好不好？对。新闻这部分呢，有6年没看到你哈，2年没看到你。对。我觉得新闻真的进步很多，但是哈，新闻要注意一点哦，你有保留实力哦。保留实力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的声线跟你舞台动作告诉我，你只有花了6、7成的功力哦。哎呦。意思来讲，你当然是，就是说，基本上你在那个舞台后要表现自己很好的自己，所以该是讲你俩口一次有机会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决赛的部分的话，可能你每一步都是要贴补，慢慢的累积起来。没讲我俩哈，可能我花了6分功力，上一集我就有发现这种状况，这一集的话更是有这种状况。所以可能新闻要特别注意，该是讲为了对客家歌俩部分还有要入围决赛的时候。你可能要跟我们婷婷一样，对，拿出这种精神，从发音6、7成、7、8成，到我认为他已经100%把客语发音讲对了。对，新闻要有这种精神，因为的话，对未来你这进入总决赛，甚至有年度总冠军那部分有机会的话，才会对你很大的帮助，好不好？来，沈梦，谢谢。谢，好的，赶快看分数，好不好？苍淑玲给分数。可惜，真的大爽。哎呀，好，来看另外一位哈。从新闻的分数。61分。保留。哎呀，某个人发哈，这他们2个有拼呐。对呀。哎呀，那型也差不多的。先看一下，加个分数。魔王陈婷婷的分数。97分，这个分数跟你以前来比赛的都差不多嘛，好像都没有差，就是一直保持在这个分数，但实力，谢谢。淑玲真的好大爽，你刚在想什么？因为踢有点不舒服，有不舒服啊，脚不舒服。妈，我们搞不好还有败不复活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么优秀，那如果万一真的没办法被挑选回来，下一次还有机会。对啊，先把脚养好。哎呀，要不然你这样也很辛苦，我都要帮你推呢。推久了就习惯了。哦，按那流行歌曲组比赛的。系哦。比赛按照看一下传统组的比赛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婷婷。好，来看传统组的比赛。谢谢老师上次在我淘汰之后有把我救回来，但这次表现也没有很好，所以又被淘汰了。希望我回去可以好好的检讨，然后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，下次回来绝对不会让老师失望。
哎呀，又到了传统组的魔王 PK 赛了哈。恐怖了哦，我相信大家看到，看到流行歌曲主题呀，礼拜一好看呢。先来介绍一下评审欣赏了哈。李秋霞先生、林在英先生、罗英先生、曾明祖先生。好，安尼欣赏介绍题啦哈。按先来奖金挑战赛哈。啊，比安尼嘅奖金挑战赛拿奖金咯。本身也有机会拿奖金嘛。今日来一位说阿哥嘅乜嘢呢？李荣业带来唱选跳。好来，按照弹看啦哈。你好哈，对，今年好，姐姐好，你好，好可爱哦。啊，今年多岁啊？11岁。11岁哦。你第这个名嘅用嚟念客家话冇？用嚟念，你讲下。李永业。李永业。李永业。夹爸爸哈。夹爸爸一天希望佢，吼以后做一个伟大公用嘅事业啊呢，所以人都李永业。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啊，是。你爸爸是希望是这样希望啊？对啊。真的吗？是阿公取，爷爷取的。啊，爷爷取的。爷爷很会取名字哎。哦，把压力要放在你身上哎。对啊，爸爸有来吗？有啊。有啊。拿麦克风的吗？对啊。嗨，听说你爸爸。等下，你不是客家人吗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学客家歌曲？就学校老师说我唱歌好听，然后呢就逼我一定要去，逼我一定要选闽南语或客家语，然后我就只好选客家语啊。你就只好选客家语？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本土语就选客家语。哦，是你喜欢吗？还是没得选？比较有兴趣。那你有去？因为在家里奶奶都讲台语，所以在家里就可以学了。客家语就想要学。哦，那你有去考那个认证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所以你听得懂，但是不太会说，对不对？哦，难怪我那头都讲客家话里堂的时候，我听爱的。来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嘛，对不对？那爸爸会讲吗？我有学吗？你也是没有河洛人，我外省人。哦，你外省人？嘿对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说要让他去选择这个客家？就如同你讲的是，多学一种语言是多一条路。所以，因为他英语本来从小就已经学得不错了，想说台语我们家自己本身也在讲母语，然后再多一种语言。是。哇，你这个真的是有计划性的。对。就是希望他以后可以做一个，你讲省离制啊，省离啊囝有吧？什么语言都能讲。走国际性的。走国际性。不能够单一在一个环境里面。你以后真的是所以你要加油。有一个光荣的事业啊！我应该先扒着你。他今天就可以赚到钱，对不对？今天就赚了一门生意。不一定哦，通过分数才有3000块哦。真的吗？好了，奖评一下，好吧？有请罗英老师。今晡日啊，小朋友從到
贵属曲调，其实呢，同學韓國應該上任呢，任職同學，所以難怪欣賞為嫌疑哈，特別來教學。那小弟弟今天唱的整首歌曲其實都非常的順暢，就是差在一點點的發音。但是我想呢，為了要鼓勵你，我個人認為這不會影響到你的分數。好，希望你能夠繼續學習，謝謝。好，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你可不可以拿到獎學金哈，來。利用100分數。恭喜你，没有问题，95分，非常高分。来，颁发3000塊獎學金。獎學金3000元。真的非常的棒哈，繼續加油！而且你的音色非常的好，非常的亮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哈！那客家文化也是要靠你来发扬喽，好不好？好，尽量。我个这脚，聪明，好啊，那我们一起来看比赛好不好？好了啊，反正安尼参赛朋友2位，安尼苏金泉还有廖琼发2位来送来台。嘿，好哦。哎呀，魔王 PK 賽100組有請2位參賽朋友。哎呦，嘿，兩個隊咧。先出的人講，看出都慢。慢點來出。法官你來出。法官。看出都慢。法官。法官是最公平公正的。好，來。對，看他是慢點，慢 A。美容之光啊，就不好意思啦，就在介绍我自己啊。哎，里面怎么可以放他自己的这个肥水？来，啊，这哎不行，1鸣惊了，我先躲去后面。没啦，要真给那美容之光。冲一下，找茬。老师救我。好啦，哎，讲真给那啦，俺有真给那美容之光。美容之光，歌应该属于歌后级的，因为之前有 GV 的参赛朋友2位还是3位而已。啊，成绩同好，可能会有奖给。我们请这位美容之光出个声音好不好？一鸣惊人一下，来。山中山谷有山无泪。养啊养啊养！哎呀养！多戴黑慢眼哈，安迪有多戴黑慢眼，欢迎俺们的美容之光魔王，请出场。钟雄秀，雄酷姐啊！2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今日做咩噶？進來撈一大擂台，參賽朋友兩位小師妹，我今日係你嚟做魔王哦，你嚟認真唱哦，我會拿出我的實力，同你變一下不能看哦。这个真的是美容之光啊！我现在有时候回娘家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那个大街小巷都会念出他的名字。真的哦，对，在美容比你还红就对了呀。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啦。哎呀，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他唱的那乜嘅歌呢？好好听哦。台條山歌呀，難怪。不是唱歌咩？冇唱歌，拿出的比赛歌。我是唱歌江云玉老师唱歌，我是感觉讲清好他。很适合你的声线呢。伊今天上音，你底下音比2类当魔王还有嘞，声音特别的干净。是啊。干净中带有力道。哎呦，是，所以你等下也是唱这一首歌。啊，不是。啊。好，美容之光要加油哈！谢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的分数也是算在内哦，也是要跟他们一起 PK 哦。OK，好的，好不好？是贵的那传统组的季冠军呢，哈！哇，是，厉害的。啊，那魔王你要带来什么歌？我今日要带来长一排我的美容的山歌，长一排。长一排后堂，啊，廖先生呢？平板。好，啊，法官。老山歌，好，我哋嚟彈3位好聽嘅歌曲嚟。
对面看到莲花风浪，相爱了。才发路难通难，等到路途。发有天彩染了，开水呀，莫采公呐。踏过了老南门呀，累到了天啊，搞到回来带呀，喊得了。不久啊，上南林啊，马上了个南，天书开哟发难。张看了天啊，是啊，夜路在望。魔王就会魔王啊，勾人不同凡响，嗓音非常的甜蜜，身段又非常的柔软。找到那年。这个很厉害哦。张夜路开，是夜路在望。
姐姐，熊 Q 姐姐啊，以后啊，你不能够再叫被人家称美浓之光了。那你要改了。改什么？改什么呢？美浓之神。后来有再去请教老师练，还是常常唱？冇咧。冇啊。系啊，上到见煮面啊，都见唱歌的啊。好啊，煮面可以煮的话，你变美浓之神。感觉已经炉火纯青呢。我们赶快来谈一下欣赏的贡品那里，好不好？分享你唱下欣赏。系魔王就系魔王啊，个人不同凡响，色彩就很强哈。谢谢。那个嗓音非常的甜蜜哈，身段就非常的柔软，所以你香曲今日表演是唔是讲。千赞到，不是讲可圈可点哈。系啊，安尼讲安尼金泉太讲吼，比上一些讲老实话啦，你声音要发挥出来。哎呦，哈，唱比上一些好，阮脚嘅真好，不过你面向嘅表情，都严肃，系嘛？唱强强，伊嘅职业病啊，系啊，正一吧。我哋唱歌分戏嘛，唔是按紧张嘛，哦，所以今日嘅阮脚唱了以后，不过记得诗哈。相愛則華，唔係相愛，相愛啦，隻詩啦嗬。還有路難同啦，上因為你頭前來聽唱，所以後輩時嘅感覺你戲，輸入咩時間戲就冇乜啦。路難同啦。顛多冇顛多。顛多，冇顛多哦。冇菜講嘅時咩強咯，你啊嚇戲冇乜強，冇乜準，唱法強。今日老實話，你平板唱得真嚇人，嚇真好聽嚇，強到咬絲。大家注意，糾纏啊，唔係糾纏，內糾纏啊，糾多聽一句糾多是三聲，糾纏嘅糾是二聲。莫來糾纏，佢糾纏，糾多，哦，呢個兩個詩。來糾了纏啊！扶潮生嘅時聲音多少叻？提司機也特別注意當多人將係舊生歌，學生唱佢會發現一個問題，開花花開冇開花，所以注意哦，潤腳前頭兩聲，右邊。哦，右邊係乜意思？右邊都錯嘅啦。來補充幾句哈。金泉歌哈，金泉歌呢，人音色也一講，發聲也動準確，比上禮拜啊好較動多啊。但是就像阿小霞講嘅樣嘅，結果有嗰種嘅吞角嘅嗰種嘅吞角啊，睇緊什麼啊？角吞咗嗰個吞啊，嗰種嘅感覺嚇。再來呢，就係阿鐘發哥，哈。一強樣嗬，人哋一隻很多平板的唱腔嗬，非常嘅有嘅嗰種嬉皮嘅來音、高音、調音嘅嗰種方式。但是呢，就講本日談到係，你做韻腳做色彩有獎啊，共同講三位今日表現非常嘅好。好，謝謝老師。日日嚟看一下。好哦，期待哦。係啊，屬金泉嘅分數。分數嚟。95分啊！哇，蘇太哥，95分呢？哦，一個分哦。哎呀，來看另外一位咧，廖崇發嘅分數。謝謝，太厲害咧，94分，哇！哇，係咪勁啊？哇！有不知。嚟看一下。美濃之神總香曲嘅分數。哇！天啊！謝謝。哇！安尼。恭喜！ 98分冇法講嘅嘛，嚇，魔王嘅，而家唔是講話參賽比賽。係。誒，蘇金健先生。輸呢個。贏幾1分呢？輸。贏阿發哥呢？
好，今日分数同高诶。对对对，哦，恭喜哦！啊，继续保持哈，恭喜继续保持。系啊，谢谢。重发个拍摄啊，系啊，叫佢新闻，但是还讲5分的，叫佢新闻吓死人5分哦，真的真的。安尼多车3米啦，好嘛？谢谢3位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，好，安尼回座休息哈，谢谢。好了，安尼看下一组的比赛啦。今年的老日大擂台魔王 PK 賽，我卢卡要充分嚟準備。今年比賽非常嚟激烈，我雖然冇法度順利通過，希望親戚朋友讓我鼓勵，我會繼續加油。怎樣？曲蘭蒼尊名。啊，我都不得不說。嗨，兩位好哈，係你好。哦，你太太送我一本大題嚟啊。係啊，今日有片來嘛？有來嘛？有啊，你好，係冇片來。啊，來抽一下好嘛？哎，看出多位魔王嘅嘛，原來。女生來抽。來。全能歌姬。歌姬啊。很滿意嘞。這個就很難猜了，全能。哎，我們請歌姬出一下聲音，好不好？歌姬一鳴驚人。早看到那夜做夢。嘿嘿嘿嘿，我躺出來，聲音動作。哇！要比啲人啲節目咪身經百戰哦。真的嗎？身經百戰啊！唔修存哦。沒男朋友啊？來，我們看看這一位魔王到底是誰來。哎，魔王請出場！哎呀，吳天宇。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吳天宇。請放心呢，做了鬧熱做乜嘢呢？當魔王，魔王有乜好驚？唔是驚，悶錯。參賽朋友，你還能認真衝哦！哎呀，天雲姐姐你好哈，一久冇見面嘿。祝祝你好，鄉親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你們這一些這個我們參賽者的前輩啊哈。是啊，第2屆的年度總冠軍。對呀。然後 Kilo 比賽，你都是拿第1名呢，沒有那種第2名、第3名的呢。冇第1名。係啊，因為大把比賽都幾少。哎呦，不要比呢。開玩笑。哎呀，還是要面對現實，還是要比一下，好嗎？還是要比。今天魔王來了，哎呀，要激發你們的潛力。加油！從哪個？三個字。你呢？羅三哥。哦，魔王。平板。來，來躺，看下3米嘅口。神流，父母心呐，热娘。
错了10万金哇，你们这些魔王真的，哎呀，哇，吓死人了啦！应该常常呛一下，对不对啊？那节目呢表演不太敢谈啊，哎呀。准备讲，起案也唔是讲以冲迄个，无嘛个好讲诶，反正都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对，郑敏国对来讲，学习嘛。他唱我们安尼客家山歌真的对一种学习吧。他赢过老婆就胜过一切。问题他人家家，其他你冇重要。他家门进不进去啊？啊，
啊，他可能在外面有租房子。没啦，没啦。好，安尼三米冲对了，谈一下欣赏的贡品，好不好？嘿，罗茵茵老师，好来。好，首先来讲，你係曲蘭姐哈，你根本你嘅你係潤面呢要做出來，所以睇得出來你從三個哈係要你係要你係認真哈，學是喺個要想表達嘅潤面要從到，咁講嘅根本你好就係應該聲音的進度好像有一點點不太好。好，就係基本上音波動強烈啊，哈，所以你彈起來呢，略略有點壓上，哈，所以下打鬆，所以呢，你可能就係按樣你嘅特技嘅每音嘅音高略略，你用你耳機彈起就略略有點摩度嘅感覺。所以兩個下注意到啊，吼，再過來長台講吼，你其實你講起來，你對咧，亦可以是從三個度建立下，應該咬是進步動作，唔過冇法度，因為你係比賽嘅難度一關比一關很難，吼，所以你除非係呢種問題，所以最大嘅問題當然就係咬字啦，吼。香港呢，本質建議就係你唱歌嘅時間應該態勢上大小聲幅度太大，變化太大，按樣你嘅重點就會模糊掉，哈，就會模糊掉。比如講第一句哈，愛唱山歌秋可以上，好，這一句是山歌是重點，不過你的山歌的山就變弱了，就小聲，哈，所以你要山歌就沒有很明顯的表達出來，哈，所以你台詞上落差太大，這個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，哈。天潤姐啊，哈，你唔係來比賽，你來表演。誒，就係你按樣係啊，啱平板嘅唱法嗬，其實講雖然可能要物嘅腔調嘅講法，唔過我知道用按樣嘅方式來唱歌，其實就係講古，好，所以你要當很明確的。好，讓你嘅上嘅講嘅故事講出來，你也在你唱嘅歌聲當中，第二表態乜嘅，好，所以我想你係你最成功嘅位數，是嗎？好，什麼唱得嚟，講得嚟，就加個看分。好啊，你看，曲蘭的分數。好嘞。93分。93分啦。93分啦，係啊，厲害哦。張尊敏的分數。90分，有可能老師的部分啦，係啦，跟冇辦法，但是跟韻味好，係啦，關鍵真係啦，很努力的啦。你魔王咩都可以嚇。魔王哦，強員的分數。96。不愧是魔王哈，真的。有水準就是有水準，專業的。以後啊，多回來你節目來唱歌吧，大家。邊個能睇個表演？好，安尼唔樣哦。樣哦，恭喜哦。阿蘭姐啊，雖然上有點辣，但是韻味好啦啊。謝謝。阿明哥，不好意思呢。唔會啦，唔會啦。動好了，唱失敗已經動好了。唱失敗。抽失敗。他唱失敗，哎呀，也拜唱失敗啊那樣。不是啦。他又失敗了，對不對？家門又進不去。哎呦，最夠了，好了，開玩笑啦。好了，恭喜魔王啊！謝謝你們啊！按你空下有唱下一組好冇？好啊。下一組係哪兩位什麼等於的？魔王 PK 賽，我失敗了，還是失敗的咬字。下次我會再回來比賽，把咬字歌唱得更好。出多位慢演來，看天馬給亮嗓美聲，歡迎魔王出場。來相逢啊！無論葉潤強、上任，哈，態勢上呢一方面全部做到精講。
位分享王兴发、齐怡云。哎，来到舞台当中，来分享。两位好哈，哎，主持人好，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请正中间一点，正中间一点。今天要对付魔王哦，对付魔王，火都给变了，看一下，出多会慢点来。看天马给亮赏美声。亮赏美赏啊！哦，好了，我有魔王又要中年哦。亮赏美赏，亮赏美赏。动亮啦，有个啊，上有动酱。哎呦，哎呦，唐公人嘛，过奖。安尼系嘛？哦，要中年一首了，我吹一下嗓好不？好，一鸣惊人魔王。山高了。林归来，林归来，哇！等下一出来，我走台步了，我跟你讲。有一下魔王出来哈，好，欢迎魔王出场。好来，分享。朱海一姐姐啦。今日同欢喜来到闹热大擂台做魔王。我今日係有備而來，各位參賽者，你哋要加油哦！哎呀，兩位主持人哈，太感動了。上有點收屍哎。可是不一樣了，對呀。條都咧向 Q 姐姐衝過來啊，干條牌真嘅冇 Q 用，完全要變了一個人。就可能在比賽的時候嘅壓力啦。對。人家冇比賽，吼，啊來表演嗰種心情啊，你嗰種心癢癢嘅回娘家咁樣，特別回娘家做下講的。有接出去都要表演嘛？對啊，對，有時社團有活動是有參加。有上次啊，你啊，哇，恭喜呢！哎，今日有同歡喜有唱到來，啊，同佢嚟表一下啦嚇。好，交流一下。交流。徐姐姐，你來唱乜歌？姐姐，我唱《落山歌》。落山歌。啊，你咧？開擔歌。開擔歌，啊，你唱乜嘅樂？我唱落山歌。好，來，聽我啦。
3位唱完了，好，还能看到他唱欣赏的公平。有请曾明珠老师。宪法歌啊，佢真明显的是佢嘅上音伫要度吼，深度嘅沙沙嘅上音，吼，嘅个清腔突突啊，吼，还能要提升。月亮台湾啊。 安样人嘅分数让我拿到更加的好，哈。虽然讲你对了客家歌哈，做的诠释都以好啊，哈，但是你的嗓音还要去调整，哈，尤其係樹梅嘅素材，樹比則個較完美的喂，哈，應該也冇問題，哈。再來就係啊，你嘅語言設計，哈，語言設計呢，哈，我非常嘅訝異，然後佢進步神速。 無論佢嘅唱腔、態勢上嘅素材呢，要小心哈，要注意啊！吼，種阿哥嘅哈，唔是有點會強強嘅，慢慢的當小心嘅拿來出來。阿哥吼，所以你一點在 TCG 嘅心就咪強咗，嚇，咪唔是講硬約，嚇，你盡放心嘅嚟唱出來，係，基本上你嘅嗓非常嘅清腔，錯，嚇，嗓音非常嘅清腔，咁含義更加唔是講咧，可能冇壓力嘅關係吧，嚇，所以無論佢嘅潤腔、嗓音，嚇，態勢上呢一方面全部做到清強，所以我分數本佢非常嘅安靜。 好，所以3位呢啊，繼續來加住我哈，冇問題啊。好，可以哈，好，3位嘅分數多得有1獎嘅來。黃顯發嘅分數。來。91分。哇，91分，一個分呢。高分咯。好，另外一邊。齊議員嘅分數。 93分，哎呦，贏1分，睇睇。高1分哦。哦，顯發哥。安尼你小可輸了哦。輸1分。慢慢。好。先等一下，再來看一下那專項語欣賞，係咪？他專項語欣賞。老師啊。老師已經是老師了嗎？是啊，他的地位已經算老師，有高學生啊，冇來準備要需要兩位。
收腰吗？收腰，主喊叶粉书。97分，按你金币3位魔王最高分就是你的美容之光，他排第2名，第3名吴乾云，吴乾云，喂，这个不用这样子比啦，没人的表演不可能看的啦。人家都全部都动厉害，哇，全部都90分以上的水准啊，哎呀。我继续加油哦！多请3位，谢谢，请回座休息。恭送，谢谢安之 C。今日来参加也到魔王 PK 賽，也係前高分可以失敗，也對手也前強，我場可能也有其他嘅缺點，希望這樣大家都係練好熟練啊，係咪還有機會大家都挑戰？相信當到安尼觀眾朋友哦，要動反應哇！今日啊，糾正來唱哦，哇，糾正來唱哇！哎呀，有人進步了，魔王哦，好好聽哦。他還繼續看人哋節目，按特別就會邀請哎的魔王哈，會唱歌的朋友哦，來唱歌本日就睇下他。安用那樣可以來到一片呢，就係報名專線，大聽完就來了。講下嘿。能919 388 398，還有純正天發022777 8231。嘿，等人家到了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局長安子。施夢先生，謝謝。施夢手，謝謝老師們。好，同其他嘅夢記嚟咯，下禮拜同一時間嘅時間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傾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